大家好，立法會馬上就會完成我哋今屆4年嘅任期啦。喺呢一刻，我可以話係百感交集。過去嗰4年，我作為政府、業界同埋創科唔同嘅人員之間嘅橋樑，表達咗唔少嘅意見，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立法，包括諮詢啦，同埋喺立法會嘅討論。我可以話係全力以赴，刻不容緩。對於創科嘅發展，我哋係爭分奪秒嘅。所以喺唔同嘅議題方面，我都希望盡量參與，吸收社會對於創科發展嘅意見，亦都喺立法程序上作出我自己嘅分享。好高興見到今日嘅創科喺香港得到一個良好嘅勢頭，無論係科研啊、政府嘅政策方面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嘅計劃。各地嘅人才用腳投票嚟到香港發展，可以話係一個非常好嘅開始。之前有好多朋友問過我對於未來參選嘅意向，我亦都同大家分享咗，我希望喺完成今屆任期嘅所有工作之後，先至考慮參選嘅意向。喺目前嚟講，我認為我哋仲有好多創科相關嘅議題係需要喺立法會度繼續推動。不管係我哋人才啊、科研相關啦、政府嘅政策啦、數字資產啦、網絡安全等等，都有好多仍然需要喺立法會推動嘅地方。我希望能夠貢獻我呢幾年積聚嘅經驗，繼續參與立法會嘅工作，推動香港創新科技嘅發展。所以我喺呢度向大家公佈，我係會參選第8屆嘅立法會選舉，亦都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。我希望喺呢度再提醒大家，12月7號履行你嘅公民職責，一齊去投票，選出你喜歡嘅立法會議員。多謝大家。